小王子来到小行星325、326、327、328、329甲330这区。伊开始拜访这只行星，想要找一项石头，嘛想要学歌本事。头一粒星的顶悬住一位国王，这位国王坐咧，穿一束亚蓝色的貂皮衫。伊的宝座看着真简单，毋过真有威严。啊，有一个主民来啊！伊听到小王子的时阵，大声安尼讲。小王子感觉奇怪，伊都毋捌看过我，知影我是啥物人？伊毋知影对国王来讲，这个世界不止啊简单。所有的人拢是伊的子民。行较晏咧，我毋则看你会清。国王对小王子讲：“伊足臭样的，到尾会当做某物人的国王啊！”小王子的目睭四界看倒位会当坐咧，毋过规粒星顶悬，拢互迄领足华丽貂皮烦恼满搭咧。伊敢若会当继续徛咧，因为伊真正有够忝啊，所以煞来爬下。伫咧本王的面头前下去，足无礼貌。这位国王甲讲：“我毋准你安尼做。”我真是挡袂牢。小王子真困惑甲回答：“我为路头足远的所在来的，也无困饱。那呢？国王甲讲：“本王命令你爬下。我几啊年毋捌看过人爬下，我真想要知影人是安怎会爬下。紧嘞，搁爬下一摆，这是命令。”你安尼会甲我拍生惊，我无法度过。小王子规个面红讲讲。国王甲回讲：“无我命令你有啥爬下，有啥。”伊若小可大字安尼讲袂出话，看起来若要起性地。因为国王真看重别人爱尊重伊的权威，伊袂当接受人毋听话。这是一位足专制的君主，毋过伊是一位真好的国王，伊下的令拢是合理的。我若是命令，伊讲甲真煞拍。我若是命令一位将军去变做海鸟，这位将军若是无听令，这毋是迄位将军的错，这是我毋对。我敢会使坐一个？小王子真歹势甲问。我命令你坐落去。国王安尼甲应。伊真有威严的，甲貂皮烦恼满机扭一个。毋过小王子去互惊着啊！这粒星遐尼细，国王是要统治啥物？大人，小王子甲讲：“真实的来拍断你的话。”我命令你拍断我的话。国王赶紧甲讲：“大人，你到底统治啥物？我啥物拢统治。国王应甲足简单。啥物拢统治？国王真细腻来画出伊的行星，其他的行星，还阁有8粒星。这的拢是你咧统治？小王子问。拢是我咧统治。国王回答：“伊毋若是一位足专制的国王，也阁是一位啥物拢爱管的国王。”
遐个星嘛拢听你的话。当然啊，国王回伊讲：所有的星拢嘛听我的话，我袂当忍受别人无守纪律。即款的权力，互小王子感觉真是不得了。伊家己若是有即款权力，就会使伫一天内看到不知43摆、72摆，也是100摆、200摆的日头落山，根本就毋免去甲伊仔耍位。收起着伊放屎的迄粒细粒星，伊感觉有淡薄仔悲伤。伊大胆孤只国王来甲伊斗相共。我想要看日头落山，拜托一下，请你命令日头赶紧落山。我若是命令一位将军像野安尼，为一蕊花飞到另外一蕊花，也是命令伊写一出悲剧，也是变做一只海鸟。这位将军若是无去完成伊接到的命令，这是爱算伊的，也是我的毋对。是你毋对。小王子真肯定甲讲。非常好，无错。咱来要求每一个人去做伊有才调做的代志。国王继续讲：官位嘛爱有合理性做基础才对。你若命令你的子民去跳海，因就会起来反抗革命。我有权要求别人服从。因为我的命令拢是合理的。我会日落咧。小王子阁问一摆，伊若问问题，就一定爱有答案。你的日落，你一定看会到。我会下令，毋过伫我的统治原则内，我就爱等条件对我有利。条件伫时才会有利。小王子甲问：国王哪甲印，哪现一本足大本的蜡日？差不多，下暗差不多7:40。你到时候就知影我的命令，别人一定会遵守。小王子阁下气，看袂到日落，伊感觉可惜。尾啊，伊感觉有小可无聊。我咧遮已经真无意念。伊甲国王讲：我要来走啊！莫走！国王甲讲：有一个人做伊的子民，伊感觉足放心的。莫走！我互你做部长。啊？什么部长啊？做司法部长。毋过遮也无人好判决。也无的确咧。国王甲伊讲：我也未全国行透透咧。我已经真老啊！我遮无位放一台马车，家己行路阁伤忝。啊？我已经看过啊。小王子讲：我较头前咧，要阁看卖啊，即粒星星的另外一边，迄边嘛共款无人。你会使判决你家己。国王回答讲：这是上困难的。评判家己比评判别人加足困难的。你若做会着好好啊评判家己，就真正是圣人啊！小王子回答讲：我行到倒位，拢会使评判家己，无需要踮伫遮。国王讲：哈。
我相信伫我的行星顶悬的倒一粒，有一只老鸟鼠。我暗时会听到伊的声，你会使判决迄只老鸟鼠。你有时会使判伊死刑，安尼伊的性命就听你的审判。毋过你逐摆就爱甲赦免，安尼较省事，因为干那即只尔。小王子回答讲：我无介意甲人判死刑，我看我好来走啊。莫啦！国王讲。毋过，小王子虽然已经准备好势啊，伊嘛无想要互老国王伤心。陛下，若是希望人听你的命令，你会使叫我做一件合理的代志，比如你会使命令我1分钟以内赶紧走。我看即摆的条件拄啊好，真有利。国王啥物拢无讲。小王子拄头仔先丢毒一个，尾仔吐一个大气，就来离开啊！我互你做我的大使。国王赶紧大声喊出来，伊的声听起来足有威严。大人真正足奇怪的。小王子伫旅途中心内安尼想。